主流傳媒宣布咧，下個月咧美聯儲100%加息。咁呢個係一個超級一面倒嘅睇法啦 ，N 年咧都唔會有一次㗎啦。咁美元咧係咪真係可以更加強勢咧？早幾排啦，即係早幾日前啦，美元咧啱啱突破咗100至到101啦，做到呢個13年嘅高位啦。咁下一步係咪應該睇106、112呢啲位置咧？咁係咪真係咁肯定咧？其實都有啲似曾相識嘅。近年嘅主流傳媒對世界大事嘅預測都係錯嘅。呢個英國嘅脫歐公投咧，留歐派咧將會勝出，亦都係錯嘅。美國總統嘅大選，希拉里將會大熱勝出咧，亦都係錯嘅。特朗普當選呢個美國總統啦，金融市場咧都會大混亂啦，世界嘅股市咧都會完蛋，亦都係錯嘅。今次又會唔會係錯咧？其實都唔清楚㗎，要睇下今次加息嘅對手係啲咩啦。喺12月14號美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前啦，會喺呢12月4號嘅意大利修憲公投咧，同埋呢個12月8號嘅歐央行議息會議咧，而喺當日嘅12月4號嘅意大利修憲公投嘅威脅會比較大啦。大家可以睇下呢個都幾靚仔嘅意大利總理咧會講啲咩嘅。咁意大利總理阿倫齊咧就話啦，如果公投失敗咧，我好大機會辭職㗎啦，拜拜。咁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呢？最大嘅民粹主義嘅政黨啦，反建制、反對歐洲一體化，希望舉行退出歐元區公投嘅第一大反對黨五星運動黨咧，會有唔低嘅機會率贏啦。咁若果真係發生咗咧，對於呢個歐元區會係一個災難性嘅轉變。咁可以粗略説明一下咧，咩係五星運動黨啦？五星運動黨咧嘅核心理念咧就係包括呢個嘅歐洲華夷主義啦、反全球主義啦，同埋呢個環境保護主義嘅。喺2013年呢，呢個五星運動咧就喺呢個意大利國會咧選舉取得大勝啦，得到25.5%嘅選票啦，以0.1%咧之差咧取代咗意大利民主黨成為第一大黨嘅。歐元區眾多嘅國家之中咧，最主要咧就係呢3個國嘅，就係德國啦、法國啦同埋意大利。最差嘅情況係咧，五星運動如果真係成功奪權啦，順利舉行咗呢個脫歐公投啦，然後發展出咧同埋呢個英國嘅差唔多嘅情況啦，意大利咧會啟動脫歐嘅。如果歐元區損失目前第3大嘅經濟體咧，咁將會咧嚴重危及到呢個歐元區嘅重心嘅。最壞嘅情況咧，可以導致呢個歐元區嘅解體。近日咧，歐債市面咧全面咁樣上升㗎啦。2年期德國國債息咧跌至呢個負0.7% 以下嘅水平啦。5年期德債息率咧亦跌穿咗呢個歐盟央行存款利率嘅負0.4% 啦。咁反映咗市場咧對呢次嘅風險事件咧都唔可以視為不見嘅。如果意大利嘅總理倫齊啦喺呢次嘅12月4號公投失敗咧，引起一個市場劇烈嘅波動啦，最大可能咧係近日強勢嘅美元會火上加油啦，黃金咧會因為呢個嘅避險因素咧而一齊漲嘅，而歐元咧順勢下挫。咁樣睇法咧，敢問呢個10日之後，即係12月14號咧舉行嘅議息會議嘅美聯儲會唔會真係加息咧？講翻加息前後啦，鑑於之前我哋所提及到嘅一啲因素啦，其實我哋對加息呢樣嘢係咪100%咧，其實都好有保留㗎。當然都可以有錯啦，但係唔理對錯啦。估計咧投資市場咧其實都有一大嘅劇烈嘅波動㗎，因為由於而家目前嘅市場資金其實都好充裕啦，而停泊嘅選項都唔多嘅。只要有一個亮點出現啦，資金會好容易一窩蜂咁樣嘅情況咧，變相加大咗呢個市場嘅波動啦。做啱嘅方向咧就可以賺大錢啦，做錯嘅方向咧當然係蝕錢啦。所以止蝕咧其實喺呢個形勢上咧係非常之重要㗎。而再次重複早前嘅觀點啦，其實唔理加唔加息都好啦，似乎咧都對呢個黃金有利㗎。其實根據咧上年經驗咁樣睇啦，市場只要有消息傳出有加息嘅傳言啦，黃金咧都會先行下跌嘅。但喺之後嘅時間咧，無論呢個市場係咪加息啦，金價咧都會因為消息咧早一步咧消化而出現反彈嘅。而家情況咧就好似呢個嘅2015年12月17號加息前嗰一陣時啫，就好明顯嘅。當日嘅金價咧由11月初開始啦，傳出加息，而由呢個1200附近咧就下跌到1050蚊附近嘅。
以及咧呢個金價由12月17號咧美聯儲加息0.25%咧，當天咧就轉向嘅走勢咧就一觸即發啦，用半年嘅時間咧做出一個本年度最高嘅1370蚊附近。咁近日個金價係咁下跌啦，好多人咧都會歸因喺呢個特朗普嘅當選嘅。但其實呢一浪嘅下跌咧，起點係11月3號美聯儲議息會議之後1300蚊附近嘅，再喺呢個美國大選之後咧加速下跌至今日嘅1170蚊。整個走勢咧同預期嘅上年加息其實差唔多㗎，都係咁樣走㗎。加息前下跌啦，會唔會加息之後反彈咧？就好快知道㗎啦。但唔理加息與否啦，其實咧都會似乎有利黃金嘅。加息咧，由於呢個消息已經提前淡化咗啦，利淡過後咧，不利嘅因素咧消除後，利可反彈嘅。而如果意外唔加息咧，由於之前炒錯市啦，美元早前累積嘅大量升幅嘅結果咧，可能好快就會跌㗎啦，對金價嘅影響咧就會好快就走出嚟㗎啦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同大家分析。